说水个好。古前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讲咱知讲幼囡仔有诶吼，当判一个少落尔，家己心肝头壳无主张。你像讲教室内底老师若一个无伫诶尔，敢毋是规定的安尼大细声喊话？古早一句俗语就咧讲这呢，讲先生无在管，学生搬海饭。这句话吼，虽然加减捌听，毋过意思咱爱溪口啊。较早无设教室，无设学校，拢嘛带去先生，就是老师，带去老师家己的馆内底读4、4、5经啊。结果先生讲来，今仔日互恁家己读，先生要出来探朋友尔，前脚一个行出去，后壁面这学生囡仔就大细声喊话，安尼讲就做搬海饭啦，意思从何而来？国前去查大律大词典，海饭原底意思就是海底这的鱼虾水族伫咧动乱。当然啦，伊的表明就是讲规定幼囡仔，吼，休假袂输，敢若摕咧造反的啦。结果一个爸爸来带因查某囝要行出教室，下课暗看到同学规定安尼大细声伫咧嘻嘻哈哈，就安尼甲因查囝讲。你唔通安尼无主张啦！若讲规定囡仔大家唔读册，甲你牵，甲你叫，你就对咧行。爸爸惊你吼大汉会惊对歹路去，会做标报哦。哦，即句标报，这原来目前社会已经真罕伫听。啊，毋过戏台顶小声小段，加减人有咧讲。大律大词典内底原来有说明的，记载了真清楚。标报就是讲吼，惊对歹路去的查某囡仔。简单现代言顺讲，做不良的孝路啦。讲来到这，我就想起另外一句俗语话，讲大汉偷牵牛，原因就是因为细汉偷挽布。古前啊，你颠倒边讲，因为我要讲3句：细汉啊偷挽布，大汉偷牵牛，到尾啊你就去关落毒。古前啊，这毋捌听呢。对，原来像传统戏曲舞台顶小声小段有咧讲，原来像较早50、60当前。念歌的曲盘4句联内底有落毒，就是刚刚的意思。大律大词典内底查落去，原来记载了真清楚。所以从头至尾，咱开讲来到这，古早这的言辞就是咧甲咱提醒，咱做人第一要紧，心肝头爱有主张，爱有主裁。